嗨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綠茶館，我係 Sandy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乜嘢叫做陀羅尼。你可能都聽過大悲咒、靈驗咒或者六字大明咒，呢啲都叫做陀羅尼。但你又知唔知道陀羅尼唔單止係咒語，佢更加係一種總攝一切嘅修行智慧。有啲人就會有以下嘅疑問：點解念咒唔係死背？持咒法一唔正確，會唔會影響功德或者對菩薩不敬？點解一句咒語就能夠總攝萬法？乜嘢先至係真正嘅持咒相應？如果你想知道持咒嘅真正力量喺邊一度，記得睇到最後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呢一個名詞陀羅尼。陀羅尼嘅梵文係 Dorari， 中文翻譯成總持。乜嘢叫總持呢？就係總攝一切、攝持不散嘅意思。喺佛法裏面，陀羅尼有4種意義。第一就係法陀羅尼，總攝一切佛法嘅義理，就好似一個超級資料庫，將所有佛法嘅精華都濃縮喺裏面，而令到你一念就能夠同覺性相應。而第二就係意陀羅尼，總攝佛法中嘅深層意義，唔單止文字表面，而係背後嘅真實意涵，例如空性、慈悲、解脫。而第三就係咒陀羅尼，總攝一切密語，呢個就係我哋平時講嘅咒語，就好似大悲咒、靈驗咒、六字大明咒等等。呢啲咒語唔單止係音節，佢哋承載住佛菩薩嘅願力同埋加持。而第四就係忍陀羅尼，明白一切法嘅實相，心不顛倒，呢個係最高層次嘅總持，代表你已經體證到佛法嘅真理，心安住喺實相裏面，唔再被妄念牽引。所以陀羅尼唔單止念咒咁簡單，佢係一種總攝嘅智慧，用最精簡嘅方式承載住最深廣嘅佛法。但係如果我哋唔識梵文，又或者唔識字，甚至會念錯，有冇用呢？我想分享2個關於念咒嘅故事俾大家聽。一個就係喺民間流傳嘅故事，叫做南無荔枝龍眼核，係一個關於大悲咒嘅故事。而另一個就係關於六字大明咒。第一個故事就係發生於民國時期，有一位老傭人喺一戶富裕嘅人家做嘢，佢每日就由朝忙到晚，煮飯、洗碗、打掃、洗衫、晾衫，非常之辛苦。佢有一個仔喺外地工作，時時要出海，佢非常之擔心佢個仔嘅安危。佢見到屋企裏面嘅小姐每日都喺佛堂裏面念大悲咒，非常虔誠。呢一個老工人，佢心諗，如果我都能夠念大悲咒，係咪就能夠保佑我個仔平安呢？於是佢就去揾小姐，就同小姐講啦：小姐啊，你可唔可以教我念大悲咒啊？小姐一開始嘅時候非常熱心，教咗佢幾句南無漢那達那多拉耶耶。但係呢一個老工人唔識字，記性又唔好，點樣念都記唔到。小姐教咗佢幾次，就越嚟越唔耐煩，最後就講：算啦算啦，你都係念唔到噶啦。咁呢個老工人當然非常之失落啦。但係有一日，小姐喺佛堂嗰度見到台上面嘅供品擺住荔枝同埋龍眼，佢就靈機一觸，就同老工人講啦：嗱，你記得南無呢2個字啦，咁你每日做嘢嘅時候就對菩薩念南無荔枝龍眼核。咁就由嗰日開始，呢一個老工人一邊做嘢，一邊好誠心咁念南無荔枝龍眼核，南無荔枝龍眼核，南無荔枝龍眼核。佢念嘅時候，心裏面就諗，祈求觀世音菩薩保佑佢個仔平安，祈求自己身體健康，來世解脫，祈求眾生能夠離苦得樂。佢咁樣一路念咗好幾個月，
奇蹟終於發生，有一日佢個仔突然之間返嚟，全身濕晒，面色蒼白。呢個老工人就好驚訝咁問啦：咦，仔，發生咩事啊？佢個仔就話啦：阿媽，我哋架船遇到暴風雨，成架船沉咗，船上面所有人都死晒。呢個老工人佢就嚇咗一嚇，個仔就繼續講啦：成架船都沉咗，我以為自己會死噶啦，但係到咗海邊，飄嚟一大堆荔枝龍眼核，我就爬咗上去，慢慢咁飄到岸度，我先執翻條命咋。如果唔係嗰一堆荔枝龍眼核，我就一定死梗啦。呢個老工人就諗啦：唉，真係菩薩保佑啦！南無荔枝龍眼核。於是呢個老工人就將件事話俾小姐聽。小姐聽完之後非常之震驚，佢意識到呢個老工人原來真係想學佛。雖然佢念嘅唔係正確嘅大悲咒，但係佢誠心咁念，都得到菩薩嘅加持。小姐就即刻同呢個老工人懺悔，並且好耐心咁一字一句咁教佢正確嘅大悲咒。而第二個故事呢，就係關於六字大明咒。喺古時有一位老婦人，長年累月持誦六字大明咒。有一位修行嘅法師路過，就由遠處睇到成間屋都放光，認為嗰度應該有一個高人，佢就想去間屋度睇下啦。原來係一位唔識字嘅老婦人，長年累月咁持誦六字大明咒，佢就一直將 Om Mani Padme Hum 個 Hum 字念成牛字，即係 Om Mani Padme 牛。咁啊，法師佢好心就矯正呢個婦人嘅錯誤，但係等佢離開之後，回頭再望呢個婦人間屋，嗰啲光就已經唔見咗。原來呢個老婦人聽咗法師講之後，佢就覺得非常之懊悔，認為自己念錯咒語，多年嚟嘅修行全部都白費，結果持咒就分神，冇辦法專一，亦都失去感應。法師知道咗之後，佢就返到間屋度同個老婦人講：其實係我自己記錯，你念嘅先至啱，只要你按照返你原本念嘅就繼續念就得噶啦。跟住法師一出門再睇，呢個老婦人間屋又放光，由此可見持咒唔係着重於發音，而係內心嘅虔誠，一心專注，自然就能夠感受到平靜安和。剛才嗰兩個故事嘅老傭人同埋老婦人都係將咒語念錯，但係都能夠得到佛菩薩嘅幫助同埋加持。你可能就會諗啦，咁係咪真㗎？念錯都得？其實係在乎於我哋嘅信心同埋誠心。呢啲就係好多人嘅疑問。我嘅發音唔標準，功德係咪會減少嘅呢？我哋睇翻南無荔枝龍眼核呢個故事，呢個老工人念嘅根本就唔係大悲咒，甚至連一個梵文嘅音節都唔啱，但係為咗佢個仔能夠平安，就算佢嘅發音唔啱，佢用一個誠心去求菩薩、佛菩薩嘅感應，唔係在於發音，而係在於佢嘅誠心。咁乜嘢係總攝一切呢？呢個老工人所念嘅南無荔枝龍眼核，雖然字面上同佛法無關，但係佢念嘅時候，佢心裏面總攝咗一啲乜嘢呢？就係對觀世音菩薩嘅信心同埋祈請，對個仔平安嘅慈悲願望，對自己解脫嘅渴望，對所有眾生嘅護念。佢用咗一句簡單嘅說話，總攝咗佢對佛法嘅理解，對菩薩嘅信仰，對眾生嘅慈悲。呢啲就係總攝一切嘅真正意義。所以發音唔正確，完全唔會影響到對佛菩薩嘅感應同埋所得嘅功德。重點嘅係你係咪夠誠心，係咪有相應。
而持咒嘅關鍵係咩呢？有好多人念咒嘅時候，只係機械式咁念 Om Mani Padme Hum，Om Mani Padme Hum， 念1000次、10000次，心裏面呢乜嘢都冇諗住，甚至喺度打妄想啊，或者喺度諗等一陣間食啲乜嘢啊，做啲乜嘢。咁呢一種嘅念誦當然都會有功德，但係力量就會有限。而真正持咒應該點呢？要理解到咒語嘅意義，呢個就係意陀羅尼，而相應嘅佛菩薩嘅慈悲同埋願力就係法陀羅尼，而將自己嘅信心、願望、慈悲灌注喺當中，就係心願相應。當你咁樣念嘅時候，一個短短嘅咒語都能夠得到功德，甚至可能會超越咗呢一個機械式嘅念誦。雖然嗰兩個故事中嘅人物都係將咒念錯，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嘅話，就當然學翻正確嘅發音，因為正確嘅形式加相應嘅心，先至係最圓滿嘅修行。如果你能夠念到正確嘅咒語，又能夠理解佢嘅意義，同埋以至誠心相應，咁就當然最好啦。但係如果你暫時記唔到，發音又唔係好標準，都唔需要放棄，更加唔需要因為咁樣而焦慮。要先從至誠心開始，慢慢學習正確嘅法門，就好似故事裏面嘅老工人，而最後小姐都能夠教佢正確嘅大悲咒，而佢能夠認真咁去學習。學習正確嘅發音係對佛法嘅尊重，但係唔完美嘅發音亦都唔會阻礙到對佛菩薩嘅感應。當我哋念咒嘅時候，佛菩薩睇嘅係啲乜嘢呢？佛菩薩佢睇嘅唔係你嘅文字，唔係你嘅音準，亦都唔係你嘅腔調，而係睇你嘅心，你嘅信心、願力、慈悲同埋覺醒。當你嘅心同佛菩薩嘅心相應嘅時候，咁就係真正嘅總持。所以唔需要再擔心我念得標唔標準，啲字發音正唔正確，只要你嘅心係真誠，佛菩薩一定感應得到。所以要記住，持咒唔係死背，而係要心願相應，一句話亦都能夠總攝萬法。關鍵係在於你嘅信心同埋願力。發音唔正確，完全唔會影響佛菩薩嘅感應同埋所得嘅功德。正確嘅形式加至誠嘅心，就係最圓滿嘅修行。希望你哋中意我今日嘅影片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有佛法有辦法。